大家好，我係草根貓啊。今日同大家上深圳嚟一個輕鬆一日遊。我哋主要行下商場，晚上就去夜市，跟住呢就食粥底火鍋。我哋第一站去中洲灣 SeaFuture City 商場，坐地鐵嘅話就喺下沙站嘅 Boy 出口出，大約5分鐘左右呢就會見到呢個商場噶啦。中洲灣 SeaFuture City 早喺2022年開幕，相信有啲朋友都應該去過嘅。規模就唔算好大啦，屬於中型嘅商場。不過勝在近口岸得嚟呢，就唔算話太多人，都幾適合即興遊嘅。商場有少量嘅打卡角落，好似呢個多鏡面嘅沉浸式空間，拍下片、影下相都唔錯嘅。商場真係唔算好大，如果大家行完之後唔夠喉呢，可以行去隔離嘅大商場 KK1。換句話說，就係一口氣行晒2個商場啊！好快同大家講下商場有咩鋪頭，先講下餐飲店，有飲茶嘅酒樓，食中菜嘅綠茶餐廳，咁就咁睇呢間餐廳嘅裝修都好靚啦。有蘭州牛肉麵專門店馬記永，食餃子嘅專門店，酸菜魚餐廳，食披薩嘅落海薩，糖水店人信老鋪，亦都有打邊爐嘅餐廳。咁呢度有多間嘅茶飲店啦，例如邱大叔、霸王茶姬、窩一喜、太奇茶鋪。我哋口痕想食啲嘢啦，咁又唔想食太多，好隨意呢，就試下呢間廣龍蛋撻王。就咁睇啲賣相就一般般啦，好似好硬咁唔知嗰個味道係點啦。我哋買咗黃油撻、雞腿三文治同埋雞扒堡，叫咗職員呢叮翻熱啲食物嘅。咁唔知係咪因為其貌不揚啦？我哋喺冇期望嘅情況之下去試，出乎意料地咧又唔算話太差。咁黃油撻嗰個蛋味都幾濃郁啦，入面嘅蛋就好綿密，麵包咧就好足料，口感咧都幾豐富同埋幾 creamy 嘅。不過可能因為唔係新鮮出爐，咁始終咧都冇咩麵包香啊。整體感覺就不過不失，但係又未至於好有驚喜。好啦，跟住睇埋商場仲有咩其他鋪頭，零售店鋪有賣帽嘅專門店啦，京東嘅門市，依家人流鬆動咗好多嘅撲麥，仲有一間潮物嘅精品店，有好多大家熟悉嘅外國 IP。消閒服務類型嘅店鋪就有頭寮店、戲院、室內遊樂場。咁呢間遊樂場都揾過好多人拍片介紹啊，咁今日呢，我冇時間入去了解，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其他人嘅介紹嘅。我哋逗留最耐就係位於地庫嘅鳥屋專門店，咁鳥屋喺日本嘅規模都好大啦，當地呢係有超過1000間店嘅。2020年鳥屋呢就開始進軍內地啦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等嘅地方都有開分店。深圳目前就只有中洲灣 SeaFuture City 呢個商場有分店嘅，咁書店嘅面積呢就有2000尺啦，集書本、動漫、音樂、電影、生活精品、咖啡、餐飲於一身啊！鋪頭入面有超過45000本書，同埋超過6萬件嘅文具精品，喺度睇下嘢、打下書釘呢都可以打發到1-2個鐘嘅。呢度有嘅漫畫都好齊啦，由以前年代好 hit 嘅，去到近年新興嘅都有齊晒。出名嘅動漫周邊商品都應有盡有。書店入面呢有好大個餐飲區啊，雖然呢係餐飲區，但係好寧靜，感覺呢似自修室多啲。咁大家呢好專心睇書同埋工作嘅。行完商場之後，我哋就睇下商場依家做緊嘅鬼滅快閃店啊！超多人望唔到盡頭啊！有唔少嘅周邊呢都賣晒。我哋拍攝嗰陣呢，商場都有唔少鬼滅嘅佈置啦。咁鬼滅快閃店呢，依家係做緊倒數啊，去到1月4日就完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啦。行完商場，傍晚我哋就去水圍嗰度行下夜市，跟住呢就食晚飯。水圍夜市好近皇崗同埋福田口岸嘅，坐地鐵嘅話可以喺皇崗村站又或者福民站嗰度落車。水圍係一個擁有600年歷史嘅古村，重點街道重建之後命名為水圍1368文化街區，1368就係水圍村建村嘅年份。呢度嘅建築物新舊交融，中西合璧，要餐廳有餐廳，要打卡嘅地方就有打卡嘅地方。
而家天氣冇咁熱呢，咁嚟到水圍就梗係要去夜市逼下，感受下嗰個熱鬧氣氛。行完夜市啦，今晚呢，我哋會喺水圍食晚飯嘅，不過我哋會揾間餐廳坐低。咁今次要去嘅呢，就係1號粥火鍋。首先好多謝餐廳邀請我哋嚟食。大家搭地鐵嘅話呢，可以直接搭到去福民地鐵站嘅 C 出口出，大約行1分鐘呢，就會嚟到呢間餐廳。只要你見到景天湯泉呢個招牌，下面呢，就係1號粥火鍋啦。之前我都介紹過1號粥嘅其他分店，咁今次嚟到水圍呢間分店，咁食法好簡單，1人1鍋，每人呢就揀一個湯底，跟住呢就以自助嘅方式呢喺出面嘅開口櫃呢去揀食物嘅。食物就係逐碟計啦，咁就睇碟睇價錢。呢種食幾多攞幾多嘅方式都幾好啊！每一碟又唔算好貴，咁食好多呢亦都唔會肉赤。當你真係食好多海鮮啦，可能講緊埋單呢都係人均200蚊左右。佢哋有自己嘅魚缸嘅，咁所有海鮮呢都係即時處理，選擇非常豐富啊！值得一提就係水圍店依家12月咧係做緊大推廣，基圍蝦咧就賣10蚊一碟，膏蟹就賣25蚊，咁就俾大家睇下佢哋嘅海鮮有咩選擇啦。除咗好多海鮮之外啦，呢度呢仲有新鮮現切嘅肉類、手工丸，仲有其他打邊爐常見嘅食材。咁目測呢起碼超過100款。飲品方面啦，呢度有好大個雪櫃，有啤酒、罐裝飲品同埋自家飲料等等。醬料區勁多醬可以選擇，咁就可以調到啱你嘅口味。咁呢度成台都係嘢食，人均呢都係大約200蚊左右，真係十分豐富啊！叫咗個花膠雞鍋湯底同埋椰子水湯底。醬料方面啊，就溝咗紅蔥頭。開餐之前呢，就着翻呢度免費供應嘅圍裙，咁一陣間打邊爐呢，就唔怕彈到啦。我哋拍攝嗰陣呢，就係大閘蟹嘅季尾啦，但係仍然爆晒膏嘅。龍蝦嘅膏好多，咁啲肉都好飽滿。不過呢，我哋掛住拍片呢，就搞到煮耐咗啊！大家記得參考翻台上面建議嘅烚熟時間。咁啲蝦就好新鮮啦，啲肉好彈牙，隻蠔呢就好肥美，咁好飽滿。啲蜆呢就冇沙，同埋呢都幾厚肉嘅。咁我哋拎咗唔少打邊爐嘅肉啦，以20幾蚊一份嚟講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蝦滑食落去有種爆漿感。其他食物嘅水準呢就不過不失。整體嚟講啦，成個感覺呢就係性價比好高。如果大家想街坊嘅價錢，但係又想狂食活海鮮，同埋食到有放題咁飽嘅體驗嘅話呢，1號粥呢種自助打邊爐呢真係可以試下嘅。同埋佢咁近皇崗口岸同福田口岸，過嚟試下都無妨啦。最後再次多謝1號粥嘅邀請，咁我哋今日嘅影片都差唔多啦，下條片再見。